现代第一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。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，就是巴拉巴，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，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，以及扫罗。因伫敬拜主敬者的时，圣神甲因讲，着为着我指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作。因敬者祈祷了后，甲因还手，差派因出去。巴拉巴甲扫罗已经受圣神差派，就落去西流基，对遐坐船去塞浦路斯。因到撒达米，就伫犹太人的会堂宣讲上帝的信息。约翰、马可嘛去遐甲因协助。因行透全岛，来到帕弗，伫遐拄着一个行法术的人，是犹太人的假先知，叫做巴耶稣。伊甲总督寻求保罗有交陪，这个总督是贤明的人，伊请巴拉巴甲扫罗来，要对因听上帝的信息。不过，迄个行法术的伊鲁玛是伊的希腊名，反对因两人，想要阻挡总督接受这个信仰。毋过，扫罗嘛叫做保罗，互圣神充满，直直甲伊上，讲：你这个魔鬼仔囝，你是一切公义的对敌，充满逐款邪恶甲诡诈，故意歪曲主的正直的道路。当你看，主要甲你刑罚，你会痴迷，暂时袂看见日光。伊鲁玛的目睭随时互黑暗大地去冤枉，伊四过懵，找人甲伊牵。总督看到所发生的代志就信，对主的教示感觉真稀奇。保罗甲伊的同伴对帕弗开船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约翰、马可伫遐离开因，倒去耶路撒冷。因对别家继续行程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。伫安息日，因入去会堂坐落去，读摩西的律法甲先知书了后，会堂的主管找人来甲因讲：兄弟，恁若有话要劝勉大家，请恁讲。保罗就徛起来，比手势讲：以色列人甲敬畏上帝的证人，请听。以色列人的上帝有竞选咱的祖先，伫因寄居埃及的时，互因成做大的民族，用伊大权能的手带因出埃及，搁伫旷野宽容因40年久。伊毁灭迦南地区7个民族了后，将迄个土地互因做产业，约450年久。以后，上帝有为着因设立士师，一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。后来，因要求爱有一个王，上帝就对便雅悯支族选出基士的囝扫罗，互伊做王40年久。上帝废扫罗了后，任命大卫做因的王。关系大卫，伊有安尼讲：我找到耶西的后代大卫，伊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当代志遵探我的旨意。上帝照伊的应允，对大卫的后代，互以色列人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出来以前，约翰对正以色列人传道，叫因着悔改来领受洗礼。约翰伫要结束伊的工作的时，对众人讲：恁想我是甚物人？我毋是恁伫听候迄位，
毋过有一位缀伫我后面得来，我连甲伊头画大都袂堪得。各位兄弟，阿伯拉罕的子孙，甲恁中间敬畏上帝证人，即个拯救的信息已经有传互咱，因为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甲因的官长毋捌耶稣，嘛无明白逐个安息日所读先知的话，就甲伊定罪，这拄应验先知的预言。虽然因找袂出甲伊定死罪的理由，还阁要求毕拉多甲伊处死刑。圣经所记载关系耶稣一切的事拢完成，因就将伊对十字架顶扶落来，下伫墓里。总是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搁活。有一段时间，伊显现互遐个对加利利缀伊来耶路撒冷的人看见，这人现在伫众人中得做耶稣的见证人。阮将上帝应允互祖先的福音传互恁，因为伊互耶稣搁活，这个应允已经有对咱这个做子孙的应验。亲像诗篇第2篇所记载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关系互伊对世人中搁活无搁朽烂的事，上帝讲：我要将对大卫所应允迄个神圣可靠的恩典赐互恁。所以伫诗篇别个所在嘛安尼讲：你袂互你的圣者朽烂。大卫在生的时有尊趁上帝的计划，伊死了后埋葬伫祖先的边仔，朽烂啦。毋过上帝互伊对死人中搁活，迄位无朽烂。所以各位兄弟，恁应该知，赦罪的信息是对这位耶稣传互恁。恁靠摩西的律法袂当互恁脱离罪，毋过所有信耶稣的人，拢会当对罪得到透放。所以恁着谨慎，才免互先知所讲的临到恁。藐视上帝的人啊，着看着惊，着灭亡，因为伫恁的时代，我所做的事，有人甲恁说明，恁嘛毋信。保罗甲巴拿巴对会堂出去的时，众人邀请因伫下一个安息日，过来讲这个代志，互因听。散会后，真侪犹太人甲改装入犹太教遐个虔诚的外邦人，就缀保罗甲巴拿巴出去，两个使徒甲因谈话，劝勉因着牵条上帝的恩典。搁落去的安息日，全城的人拢聚集，要听主的道。犹太人看到人遐多，心内充满怨妒，反驳保罗所讲的话，搁甲伊侮辱。毋过保罗甲巴拿巴勇敢宣讲讲，上帝的道着先传互恁，恁竟然拒绝，家己断定无资格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所以阮才转往外邦人。因为主捌安尼命令阮讲：我已经指定你做外邦人的光，通互你将我的拯救带到天边海角。外邦人听到这个话，拢真欢喜，回应讲互主的信息。遐个已经受上帝拣选，通得到永远的活命的人，拢诚做信徒。对安尼主的信息传遍迄地方。毋过犹太人煽动虔诚尊贵的妇女，甲城内有地位的人士来迫害保罗甲巴拿巴，将因赶出境。因两人就伫众人的面前，甲卡尼的土粉拌迄角
表示抗议，然后去伊个念。门徒满心欢喜，阁受圣神充满。